去渴望罗时丰进厨房做拿手菜姜丝炒大肠，味道怎么样？做得较酸的，够酸。开餐厅的罗时丰说，老板的味蕾得比客人更挑嘴，特选大肠中段，不惜成本，就是希望客家菜也能像怀石料理般。客家应该是可以进步的，为什么一定都是那么的传统，然后也没装潢，也没什么，然后菜色就是那种热炒类的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突破。餐厅挑高的后现代风格设计，客家图腾巧妙融入，用餐环境是讲究的第一步。那你要怎么样吸引客人进来？进来以后能够抓到客人的口味，那是最重要的。要让客人久吃不腻，传统与创意激荡出的菜色独具一格。挂菜饭中卷、枣汁极酱排骨、南瓜盅、芋奶鸭酥，复合口味，元素丰富。那你要怎么样让消费者满意？所以你就是要在同一个食材里面去变化，让客家菜不光只是儿时记忆中的老菜单。罗时丰说，他要跟着时代潮流，让客家菜继续求新求变。我们看到这一桌，哇哦，食指大动，垂涎欲滴，很好奇耶。2点嘅招牌菜係乜嘅？你們招牌菜是什麼？懂章呢？啊，公客包。那个特用这本是都请米呀。每一样都会让你回味无穷。来客到你家，我们今天来发现客家本色。罗时丰说，这是客家人本来就很出色，而透过食物表现呢，是希望让更多人能够尝到客家菜色香味俱全的好味道。2點嘅招牌菜係乜嘅？特用都10多錢米。2點嘅招牌菜係乜嘅？特用都10多錢米。